主后2022年8月17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重视立约，看赢咒詛。圣经，咱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13、19、20节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，既然无比伊较大的通立誓，就基本身来立誓，讲：我一定要赐予你，要加添子孙予你。亚伯拉罕熬吞忍，所以有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人是基比伊较大的来立誓，嘛用立誓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。上帝爱遐个承接应允的人，确实知伊的计划袂改变，所以用立誓来保证。伊的应允甲立誓这两项拢袂改变，因为伊袂讲白贼，互咱这个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，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，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愿望。咱有即个愿望，亲像性命的鼎，趴伫圣所帐帘的内面安全可靠。耶稣为着咱做先锋，已经入去遐，照未记洗涤的班次做大祭司，直到永远以上。重视立约，看赢咒詛。台湾伫一党独大的时期，选举常常受到操控，逐种乱象定定捌听过。选举期间，阁发展出台湾特殊的选举文化——站街头咒詛。1977年，高雄市长甲省议员的选举时，中国国民党提名王玉云甲党外的洪照南竞争激烈。以外，党外省议员参选人赵秀华指控王玉云包庇家族炒地皮，王玉云就指控对方贪污，双方激烈交锋，分别站街头咒詛，表明清白。后来，若是选举中有人受指控，受控诉迄边定定会用站街头的方式来表明清白。这种站街头的仪式，互看做是怨天咒詛。伫农业社会，人若发生争执，受控诉迄边常常会用怨天咒詛的方式来表达家己的清白。其中，站街头通讲是上界严重的方式，表示家己若无清白，就会亲像迄只鸡共款，头落地，不得好死。后来，这种咒詛的方式伫选举中渐渐变无脸，通讲也是民主进步重要的指标之一。互台湾迈入理性的公民社会，现代社会讲究的无搁再是咒詛，是契约。咒詛通常是单方面的承诺，若是契约必须要双方同意下面才会成立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作者用当时人所会通理解的咒詛方式来说明上帝永袂改变的应允，就亲像16节所讲，咒詛的重要功能是用立誓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。咒詛是表示决心，也是提出保证。上帝用人所会当理解的咒詛方式
来保证伊诶应允永远袂改变。上帝也通过耶稣基督甲人立约，即个约无过是单方面诶咒詛，是建立伫双方同意诶基础上。这是信仰诶基础，而且即个基础并毋是条件交换诶贿赂，反倒当是建立伫疼甲恩典中间诶立约。伫教会生活中，其实世界拢通看到约诶形成。牧师就任爱誓约，长执就任爱誓约。团契会长就任爱誓约等等，再提醒咱约的重要。约毋若干那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搁较是建立伫人甲上帝关系的顶面。毋过，咱常常忽略约的订立是建立伫我也是咱愿意的基础上。定定掠做立约只是一种仪式尔尔，直到当我也是咱的关系拄着问题的时，总是用世俗的方式处理，毋是转来到伫信仰重新检视咱伫上帝面前所立的约的内容，这实在真可惜。伫基督信仰，咱毋免站街头就纸来家己自称，只要相信上帝疼甲恩典，总是也毋通袂记得，除了甲上帝关系以外，信仰团体中间人际关系也是甲上帝立约的一部分，必须重视佮努力实践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看重每一摆伫上帝面前所立的誓约？我是毋是有看重每一摆伫上帝面前所立的誓约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，无因我的软弱离开我，反倒是伸出你慈爱的双手牵我行，佮用你不变的应允，互我知影你的恩典，求圣神保守，互我会当甲你所立的约坚持到落尾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